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卫福部稽查到食用的冰角甲包装的冰品，结果有5间的业者来违规，其中台电家人协和发电厂的福利社以古早味的鸡仔冰来出名，互查到有过期的食品添加物，互罚款6万块。啊，台电是咧赔回讲，所有的冰品拢无用到这过期的添加物。菜单顶有卖各大种冰，不过即卖拢红打已经卖了一大撮。这是家人的协和发电厂，听讲用金角仔就当买到好食的古早味鸡仔冰，是讲即卖所传出有食安的记录。卫福部食药署进行2014年食用冰角甲包装冰品制造业的稽查专案，而且伫昨公布结果。以古早味鸡仔冰出名的台电家人协和发电厂，即间福委会福利社，因为抗过期的食品添加物，违反到食安法，罚款6万块。这批怎么会放在仓库上面？来看一看，日期还超过了1个月。那所以说，我们是有解释说这部分没有使用。那当然，这个部分的存放的部分是有点缺失。业者强调，这批过期的廉价本地是要用来制作新口味的冰。不过因为今年无生产牛奶冰，这批原料也无防清毒，才会伫这边的稽查轰炸到。我们都会经由那个用颜色的管理的方式，把每一个批号用颜色来区分，说我们什么时候是有效期。业者强调，稽查后已经改善，并且也发文章表示，今年的冰敢若卖到9月底为止。这边的稽查总共有5间业者违规，除了协和电厂抗过期的食品添加物，罚款6万块以外，台南防疫冰厂部分的冰无标示明确成分，而且无注明有牛奶的贵宾馆。丁下有限公司有冰淇淋无标示明确的成分，而且无注明有效日期甲保存的条件，分别罚款6万甲5万块。台南防疫冰品强调，7月已经全面改善，嘛依照法规明确表示，伫咧卫生局的官方网站拢有公布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